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6日，诗篇39篇60到70安尼讲：人的话亲像影，因无用制止，实在无采工。因所执著的，毋知啥人会得去。主啊，当我着听候什么？我的愿望在伫你。三甲来祈祷，做阮愿望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至圣、至真、至权、至大，信实公义的真活上帝。主啊，你就是至仁爱、至良善、慈悲怜悯的疼痛天父。主啊，你有大权能、大气力，佮欢喜将百般的恩典赏赐互阮，互阮有平安佮欢喜三做伴，也伫生活中经历你的恩赐佮同在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最大的欢喜。主啊，世间人努力打拼，结果得我亲像影，因无用制止，实在无采工。因为最后拢是空空。因所执著的，毋知啥人会得去。主啊，当我着听候什么？我的愿望在伫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